有啲人問我咧，當年咧點解要攞辭原本嘅工作去改為投身藝術嘅相關工作咧？其實大約係2009年啦，我當時咧係做緊娛樂公司嘅人事部主管嘅。咁收入都算穩定，但係咧就工作上面就唔係咁開心啦，有好多人事上面嘅壓力。咁公餘時間咧，我就走去學咗啲畫畫嘅課程啦。咁咧我就發現好多樂趣，成個人咧都覺得好平靜。咁我就決心咧，我下半生咧就要同藝術一齊啦。有朋友問咧，藝術嘅創作畫下畫，咁係咪就係做緊治療啊？咁其實單純咁樣去做一啲唔同嘅藝術活動咧，的確有好多好處嘅，包括咧可以放鬆啦、改善專注力啦，同埋可以陶冶性情嘅。但係如果要去到心理治療、清理創傷咧，就必須要有好深入嘅反思啦、合適嘅引導啦，同埋專業人員提供嘅一啲支持鼓勵。就需要咧受過嚴格訓練嘅專業人士嘅陪伴，受助人咧先可以達到呢啲蛻變嘅效果㗎。大家對一啲唔係用言語為主導嘅治療方式，會唔會有啲興趣呢？而藝術點解又可以治療到人嘅心呢？有冇諗過咧？有啲痛咧，其實係用言語好難表達到出嚟嘅喎。而有一啲感受同埋情緒咧，可能透過圖像啊、音樂啊、動作啊，又可以深切啲咁樣抒發出嚟喎。嗱，表達藝術治療咧，就係一種唔係用言語為主導，透過唔同嘅藝術方式，有專業嘅治療師陪伴之下咧，嚟到抒發表達自己嘅內心世界，探索一啲心裏面嘅需要，同埋清理一啲創傷。大家想唔想了解多啲呢？呢個課程咧就唔可以直接為大家進行心理治療，但係咧就可以讓大家對呢個表達藝術治療有啲基本嘅認識，同埋咧知道係點樣運作嘅。對一啲比較唔係主流同埋新穎嘅治療方式咧，大家可能會有一啲懷疑，咁不如親自了解一下。咁我呢個課程設計咧，會係用一啲好簡單易明嘅方式，俾大家了解一下治療嘅分類啦，表達藝術治療嘅起源啦、工具啦、點樣運用啦，甚至乎學習途徑。咁咧，讓大家咧唔需要喺網上面嗰度自己去花時間揾資料，或者去查好多唔同嘅書，就可以有啲基本嘅認識啦。無論咧你係考慮緊想唔想接受呢一類型嘅服務，或者咧係想進行一啲進修，令到自己嘅工作更加可以自我增值，都不妨咧係參考我呢一個課程提供俾大家嘅資訊嘅。無論你係考慮接受呢一類型嘅服務，或者諗緊自己係咪需要進修，有咗基本嘅認識咧，都可以幫到大家去分析一下究竟適唔適合自己啦，同埋有冇呢一個需要㗎。冇嘢咧，比花時間同埋金錢喺自己身上投資喺自己身上更有價值㗎。希望大家都覺得呢個課程幫到手啦。